整個中山珠海最便宜嘅一款獨立別墅啦，真正係用自聯排別墅嘅價錢嚟自獨棟別墅啊，348萬就可以買低呢一個佔地330方、建築220方嘅獨立別墅啊！實用面積到時候可以整成400幾方嘅呢一款獨立別墅嘅話咧，自己裝修嘅話咧，82到85萬就可以裝得非常之標妥服噶啦。咁樣你睇下佢嘅一樓嚟講咧，都係相當於闊綽同埋舒適度嘅。到時候自己裝起身嘅話咧，確實係非常之靚嘅。咁樣呢度咧一共係3層別墅嘅，2樓同3樓咧就係房間嚟嘅，而且咧佢個前花園咧都係比較大、比較靚嘅喎。呢款獨立別墅嘅業主咧，因為咧要出國，依家嘅話咧就係忍痛國外啦，用自買自聯排嘅價錢嚟自獨立別墅。如果話你都喺度睇緊獨立別墅，又想攞一間比較便宜嘅話咧，你不妨嚟睇呢一間啦。我係大方喺山鄉賣獨立別墅嘅，更多詳細嘅信息揾我攞資料啦。